開 show 咧，我知道你有好多即係已經諗定話會唱一啲嘅廣東歌。記者會上面就話好多香港人都中意聽一啲粗口歌嘅。你自己有冇留意過一啲香港嘅粗口歌？佢一定有。我中學嗰陣時聽好多 L.F 嘅歌。我爹哋媽咪好嬲嘅。點解成日去呢啲歌咩？佢哋睇到佢企喺嗰度睇我睇緊咩 video 你知唔知？你點解聽呢啲歌啊？咩意思啊？我話你坐低你聽個歌詞好有意思嘅，因為你呢個歌你冇你一個身為一個創作人你冇限制自己咩粗口唔講得咩唔講得。如果你諗緊嗰啲咩唔講得咩唔講得，你就好難去表達你要表達嘅嘢。因為音樂係一種表達嘅方式嚟嘅，你可以用呢種曲風或者係呢種歌詞嚟表達呢個心情，嗰種歌詞就表達嗰種心情。如果你表達好嬲嘅心情，一定要擺少少粗口入邊啊嘛。如果冇少咗嗰啲粗口，就冇嗰啲憤怒嗰啲精神啊嘛。所以我覺得唔好限制自己。你想做咩？想浪漫，想探你女朋友，一定係唔可以擺粗口入邊啊嘛，係咪？就係佢，你應該係主題為主嘅。你要表達啲咩主題，你就做咩音樂，做咩曲風啊，或者係寫咩歌詞入邊，呢啲先係創作自由啊嘛。